那我们上一堂课呢，就是讲到了就是第9个就是非非事物。那今天呢，就是从第10个，就是从直屏分别中显现非非屏呢开始做讲述。那从这个直屏分别中呢，显现非非屏这个呢，最主要呢就是在讲述到，就是当我们的了知呢在去入于尽的时候呢，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入于尽。那我们知道说了知它是可以分为就是分别知还有无分别知。那所以就会讲到说，同样呢去入尽的方式呢，就讲到说分别知去入尽的方式，还有无分别知呢去入于尽的方式。那这边讲到的呢，就是直屏分别中呢显示非非屏呢，指的呢就是指分别知呢它是如何去入尽的。那所以这边呢，就讲到说，直屏分别中显现非非屏呢，它是指分别之去入于屏质的方式。那关于这种为什么在这边会一直讲述到直屏分别中显现非非屏呢？那最主要是出自于量学的这些论点当中。那其实无论说像是中观也好、线观也好、视量论，或者是我们现在所在学的心类学。那在这些内容里面呢，就是常常都会讲到说直屏分别中显现非非屏。那特别呢是在讲到量论的时候，因为呢这个所指的呢，就是在量论里面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呢会提到所谓的异共相以及生共相。那在讲异共相的时候呢，就是提到说分别知呢它去入于尽的方式，因为在量学中会一直讲到说就是生如何去入于尽，以及呢就是我们的分别知呢如何去入于尽。那只要讲到分别知去入于尽的时候呢，就会讲到异共相。所以直屏分别中显现非非屏呢，它所讲的呢就是直屏的这个分别知呢，它是如何去入于它的尽屏质的。那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呢，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呢，指的是指说像是直屏分别呢，它是如何去入于尽的，它的尽呢屏质。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两者的关系。那特别呢是在我们那道佛教的经典呢，佛教经典最主要阐述的呢，就是讲到说有尽呢心它是如何安立的，有尽还有这个心呢，它是如何去成立的。虽然说在佛教的典籍里面呢，也有讲到说像是摄法，像是12处、18界等等，但是那道典籍里面呢，最主要着重的呢，就是在有尽心的这个安立方式。那既然在着重在有尽心的安立的方式呢，那我们在讲到心的时候呢，最主要就是提到说我们自己的心绪。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心绪里面的了知呢，它是如何去入于尽。它在显现尽的时候呢，它是用哪一种方式呢来显现尽的？所以当我们呢在这边呢能够了解到说，就是直屏分别知它是如何显现屏质的时候呢，那同样的我们就可以很清楚了解到其他的分别呢，它是如何显现它的尽的。所以对于这一层关系，我们要先了解。就是我们在解释就是直屏分别中呢显现非非屏的时候呢，那在讲到说非非屏的时候呢，那在藏文里面呢还有两种表达的方式。那一种呢就是讲到说，就是我们在讲到非的时候呢，会有一种讲法呢，就是楼把。那楼把呢，它是没有加上就是后面的这个拉敦，就是它没有加上介词。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课本里面呢所讲到的，就是它是呢有加上介词，有加上这个拉敦的。那有没有加上这个介词呢？它这句话的意思呢会变得就是不一样。那我们现在课本里面所用的呢，就是讲到说有加上介词，有加上拉敦的这一个字。那这边呢就来解释说这两者有何不同。就是现在仁波切指的这个拇指呢，是指说直屏分别。那食指是指平直的异共相。那人们现在呢就先解释到说，就是在讲述到有这个介词。那人们现在讲到有介词的时候呢，他在讲上的时候，大家可以很清楚的听到，就是会有那个弹舌的那个音出现，人们就会有一个弹舌的那个音。那在有弹舌音就是有介词的时候，那这边人们就解释到说，如果以拇指呢比喻说是直屏分别，那食指呢就表示说是平直的异共相。那什么是平直的异共相呢？平直异共相呢，就是说我们心里面呢显现出平直的这个形象，这个叫做平直的异共相。那或者说呢，当我们今天
就是周日，然后放假在家里面的时候，那我会想到说，哦，我公司的这一些像是桌子、椅子、电脑等等这一些，那我们脑海里面现起的这个形象呢，这个就是所谓的意共相。或者说别人问你说，哎，你办公室有没有椅子？然后问到我们说办公室有没有椅子的时候呢，我脑海里面自然而然就会显现出我在办公室椅子的那个形状了，那个形象，它的样子长怎样的时候，我就回答说，哦，我办公室里面的有椅子，那椅子是长什么什么样子，就是凭我们现在并不是眼睛亲眼看到这个椅子，而是脑海里面现起来的这个形象。或者说呢，哎，你办公室有没有桌子？那我就想说，哦，我办公室的桌子呢，它是长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它的我这个桌上呢，它是什么颜色，然后它上面又放了哪一些东西，我脑海里面自然而然就兴起了这个形象。那我脑海里面所显现的这个形象呢，就是所谓的意共相。那前面呢，我们就讲到说了知呢，它就是分为分别知，还有无分别知。那无分别知呢，就像是我们要是现在桌子上呢，我眼前的桌子上呢有放一个瓶子的时候呢，那我的眼知就是可以直接去入于瓶子嘛。那在讲到说分别知去入于境的时候呢，就如同刚刚所讲述到的，比如说我现在想到办公室的这个桌子，那我想到办公室的桌子的时候呢，我心绪里面自然而然就升起一个直视办公室桌子的这个了知嘛。那我升起直视办公室桌子的这个了知，也就是所谓的分别知。那然后我现在现起直视办公室桌子的这个分别知呢，它是如何去入于它的境，也就是办公室的这个桌子呢？它已经是透由显现了办公室桌子的这个颜色还有形状的这个形象，它一定要透由这个形象，它才有办法去入于这个办公室的桌子。因为如果没有透过我们脑海里面现起就是办公室桌子的这个形象，我们说它的颜色、它的形状长怎样的这个形象呢，要是没有在脑海中现起的话呢，我们其实办公室桌子的这个分别知呢是没有办法去入于办公室的这个桌子，所以分别知呢，它要去入于它的境的时候呢，一定要现起这个形象，就是我们脑海里面现起来的这个相状，这个样子呢，就是所谓的形象。所以这个呢，就是分别知它一个不共的特色，它去入于境的时候呢，一定要透由形象呢而去入。那上述所讲的呢，是分别知去入于境的方式。那无分别知去入于境呢？那我们无分别知呢，我们知道说它可以分为根知和意知。那根知呢，所讲的就像是眼知、耳知、鼻知、舌知、身知呢，是属于根知。那同样的意知呢，意知又分为就是我们可以说像是意现前这种呢，还是无分别知。那像我们的眼知、耳知呢，它在去入于境的时候呢，并不用像分别知一样，就是它并不需要特别现起一个形象，只要面前呢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知它就可以直接见到。然后现前呢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呢，比如说隔了一道墙，那墙壁后面呢，即使有放瓶子呢，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所以呢，眼知在显现它的境的时候呢，并不需要透过形象而显现。那所以呢，我们在安利到就是像是现前，还有说像是分别知的时候呢，在安利他们的性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讲到说，它是不是呢要透由意共相或是身共相呢去入于境的。那像以分别知来说的话呢，它就是要透由这个意共相以及身共相呢去入于境。那意共相跟身共相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述的，就是会现起这个形象。那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譬喻来说的话呢，就像我们的眼睛呢在看前面的这张纸的时候，那形象呢还有一点就像是眼镜，就是我们要透过这个眼镜呢，就是透过眼镜才能够看到这张纸的呢，它就如同像是分别知一样，就是它要就是一个直身意康为混合的单着知。那身还有意呢，指的就是身共相和意共相，还要掺杂的身共相和意共相，就像是我们要凭借着眼镜呢，才能够看到这张纸呢，这个是属于分别知。那另外一种就是不需要眼镜，我们可以直接呢看到纸的这一种呢，那这个呢就是属于无分别知，它不需要再透有一个形象就能够见到了，那这种就是属于无分别知。就想说分别知显现的时候呢，就如同像是透过眼镜，因为呢，就是比如说这一张纸上面的这个字呢，就是我戴上眼镜的时候呢，那它是先经由这个眼镜的这个玻璃，
透由眼镜的玻璃之后呢，显现在眼镜的玻璃之后呢，我再透由这个眼镜上的这个玻璃所显现的东西呢，再从我的眼知呢去领纳了解。那这种呢，就是像是分别知一样，它要先经过多层，先经过一个形象。那另外一种就是完全不需要眼镜，就是我眼睛呢就直接看到纸上的字，这种它不需要再透有另外一个媒介。那这种呢就是属于无分别知。那就如同刚刚所讲的譬喻，就是我们这个纸上的这个字呢，它会先显现在眼镜之上。那眼镜上的这个形象呢，是眼镜上它本身而产生的吗？并不是，它最主要还是依靠着纸上的这个文字，然后依此呢才产生了眼睛上的这个形象。那我们再透由眼睛上的形象呢，然后再透由我们的眼知呢去见到这样。所以如同于此呢，就是当我们呢脑海里面现起这个物品的形象的时候，无论是桌子或是椅子的形象的时候呢，那现起的这个形象，我们会把它认为呢是真正的桌子跟椅子。这边的比喻呢，就如同说，当我们透过这个有色的眼镜呢，然后所显现的这个形象呢，它并不是真实的形象。就比如说呢，当我们戴墨镜的时候呢，你看出去的时候呢，那都是黑色的。那并不是讲的是说你看到的这个人呢，他就是黑色的人，或者说你戴眼镜看到这个白色的花变成黑色的花的时候，它就是真正黑色的花，并不是，它只是透由眼镜呢所显现的一个形象，并不是真实的。或者说呢，你戴的是绿色的或是红色的这个眼镜的时候呢，那你所看出去呢，这个镜片是红色或是绿色的时候呢，那你所看到的这些景象呢，它都是变成红色或是绿色的。但是真实的情况呢，并不表示说真正的镜呢，它是红色或者是绿色的，它不过是因为说透由我们的眼镜的这个形象所显现呢，是现为红色和绿色，但是真实情况它并不是红色的花或是红色的人，或是这个人的眼睛是红色的，真实情况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就如同于此呢，为什么会讲说直屏分别中呢显现非非屏呢？就讲说在我们直屏分别当中呢，它所显现的这个瓶子的这个形象呢，它并不是真实的瓶子，但是呢，我们会把它植为真实的瓶子。就讲到说呢，非非瓶就是说它并非是真的瓶子，但是呢，我会把它植为是真的瓶子。所以这边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呢，就是刚刚我们以3根手指头来做表示嘛，就是拇指呢代表是直屏的分别，那食指呢表示说平时的异共相，那中指呢所表示的呢就是直屏分别中呢显现非非屏。那我们就了解到说，直屏分别呢，它在显现平直的异共相的时候呢，我们刚刚讲到说就是显现平直的形象嘛。那它是如何显现这个瓶子的形象呢？那也就是中指就想要说呢，直屏的分别呢，它在显现瓶子的异共相或是显现瓶子形象的时候呢，它是如何显现的呢？它是把非瓶，并不是瓶子的这个瓶子的形象呢，把它显现为瓶子，所以讲到显现非非瓶的意思就是这个。把不是瓶子的这个形象呢显现为瓶子，所以讲到说显现非非瓶。那如果说我们刚讲了就是很多，那如果说还是没有这么容易理解的话呢，我们把它收摄起来呢，就是你只要把它想成就是说，当我在想到瓶子的时候呢，我脑中所现起的呢，这个瓶子的无论说它的颜色、形象的这种形象呢，它的这个影像呢，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异共相。那所以呢，大家如果能够就是思维的广一点的话呢，那就可以照刚刚的这个理路呢，然后一层一层的呢去思维到说直屏分别中呢显现非非屏它的意思。那如果说没有办法做这样思维的话呢，那我们就只要理解到说，就是在我脑海中呢所现起的，就是我所想的那个东西的这个形象呢，就是所谓的异共相。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直屏分别中显现非非屏。那当然这边是以直屏眼知它显现瓶子的形象呢，然后来做一个事项之外，那我们可以说像是直柱分别中呢显现非非数，或者说直持人的分别中呢显现非非人等等的，那这些就大家可以去替代。那至于说呢，就是直屏分别中显现非非屏呢，这个异共相呢，这个形象呢，它是
它是无常还是常呢？那我们会讲说呢，它是无常，它是常。它为什么是常呢？因为呢，它并不会刹那刹那的幻灭，这个形象呢，它并不会刹那刹那的幻灭。那它是在成立法和遮前法里面呢，它是属于遮前法。那在遮前法里面的无遮还有非遮里面呢，它是属于非遮。那其实对于义工上对我们来说呢，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人们这就会说，不知道说这样子的解释呢，对大家说有比较清楚的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解释到第11个。那第11个还有第12个呢，我们可以一起做解释。那就是讲到一呢，还有第12个相异。那一和相异两者呢，就是如何去做区别呢？就是我们一般在讲一的时候呢，就是提到说数字上的一。那讲到异的时候呢，相异的时候呢，那就是提到说二以上。二以上呢，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是二以上，只要是多数呢，都可以把它称之为是相异。那为什么一呢？一是会称为一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当它的形象在显现的时候呢，没有任何差别的这个呢叫做一。就像是我们在讲述到说瓶子的时候，瓶子和瓶子，我们讲说瓶子和瓶子，那你显现的瓶子和显现的瓶子，这两者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所以瓶子和瓶子是一。同样的，我们在讲到说小明的时候，讲一个人来说的话，像小明的话呢，我们显现小明和显现小明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所以小明和小明呢是一。所以这边呢就讲到说一呢，它就是在我们显现异共相、显现形象的时候呢，没有任何差别的这一种呢叫做一。那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一还有像是相异的差别。那刚刚是讲到说，就是我们透由形象的显现呢，来表示说，只要显现都一样的呢，这个叫做一；显现不一样的呢，叫做相异。那在解释定义的时候呢，我们会提到一的性象呢，是提到说非个别的法是一的性象。那异的这个性象，就相异的性象呢，就提到说是个别的法。那在量学里面呢，就是如何来解释这个个别的法呢？就是我们在社会学讲到说义呢是个别的法，那在量学里面去解释到个别的法的时候呢，还有分为就是声音个别，还有说个别的声音和个别的意义，就是个别的法它可以分为说个别的声音和个别的意义。那只要符合这两者其中一个呢，那它就一定是相异的。就比如说呢，我们不要说意义是个别的，就是这两个只要具备不同的意义的话，那它一定是个别的法嘛，它一定是相异的。但是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们的意思呢虽然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他们的意思呢是类似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声音呢是个别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呢，那它也是相异的。就是像我们所说的事物和无常，事物和无常这两者虽然是同义的，他们的意思虽然是一样，但是呢，发出无常的声音跟发出事物的声音呢，他们声音是个别的缘故呢，所以事物和无常呢，它也是相异的。因为呢，你只要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之后呢，在我们心里面所现起的这个形象呢，它就是不同的形象。或者说呢，我们讲到说所知和有法也好，所知和有法，所知和有呢，这两者呢意思是一样的嘛。但是呢，在讲述这个声音的时候呢，发出所知的声音跟发出有的声音呢，它的声音是不同的。那因为这个声音不同的缘故呢，我们听到所知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呢，我们的形象里面呢，并不会现起有的形象。那我听到有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呢，我也不会现起所知的这个形象。所以因为听到所知跟听到有的时候呢，所现起的形象是不同的缘故呢，所以他们呢也是个别的法。所以在个别之法里面呢，它又可以分为就是个别的声音和个别的意思。那只要符合两者之间的任一呢，它就是属于相异的。那虽然说就是这里呢，我们是讲了很多关于个别之法的这个透由就是形象的显现呢，然后分为就是声共相、异共相，个别的声音或是个别的意义呢，然后来做解释。但是像一开始在学习社类学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讲到说非个别的法是一的性象，
那个别的法呢是相异的现象。那讲完之后呢，并不会解释太多，因为在社类学刚刚开始接触理路的时候呢，跟他讲太多的时候，他反而没有办法理解。所以与其讲这么多呢，就是告诉你现象之后呢，那你透由就是辩论呢，透由这种理路的抉择来学习呢，反而会比较快速一点。那所以呢，我们在讲述到相异的时候呢，就提到说，只要是意思呢不一样，或者说呢发出的声音不一样的时候呢，它就是属于个别的法，就是属于相异。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像是我们讲到说，就是平治第一刹那和平治第二刹那。虽然说平治第一刹那跟平治第二刹那呢都有讲到平治，但是平治第一刹那跟平治第二刹那呢，它是一还是异呢？它是属于相异的。为什么是属于相异的呢？因为我们听到平直第一刹那这个声音的时候呢，我们内心所显现的形象就是会支持呢，就是刚成立的这个平直，所以是平直第一刹那。那讲到说平直第二刹那的时候呢，我们内心所显现就觉得说，哦，第二刹那它就是在第一刹那之后呢才成立的这个平直呢，它是第二刹那，所以在内心中所现起的形象就不一样了。那因为在内心中现起形象不一样的缘故呢，所以平直第一刹那跟平直第二刹那呢，它是属于相异的，它是属于个别之法。所以呢，我们一和相异的差别呢，就是在显现异共相的时候呢，如果显现的是同一个异共相，那就是一；如果显现的呢是不同的异共相的话呢，它就是相异。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讲到一还有相异的时候呢，那人们界就是会一起呢做解释。那在一起做解释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就是呃有10种不同的一的这个分类。那大家可以在一的这个旁边呢，就是做一下笔记。那这个就是之前我们在讲述社类学的时候呢，有讲述到。那这边呢，就是稍微再快速的讲解一下，就是除了我们一般所指的一的时候呢，那要指到说像是繁体一，第一个繁体一，第二个呢直一，就是物质的直一，第三个自性一，第四个体性一，第五个同性一，第六个繁体同类一，第七个质同类一，同那个质是物质的质。第八个成柱一，第九个成柱同质一，第10个官带实境自性成柱同质一。所以呢，就是以后如果讲到一的时候呢，大家就要了解到说呢，一呢就是它不只是我们这里所讲到，就是非个别之法的这个一呢，它同时呢还有就是其他10种不同的这种一。我念到了，不好意思，你再一次讲了，他们拿手，那就是再讲一次哦，就是第一个呢讲到繁体一，那第二个呢是直一，第三个自性一，第四个体性一，第五个同性一，第六个繁体同类一，第七个直同类一，第八个成柱一，第九个成柱同质一，第10个官带实境自性成柱同质一。那第一个呢，就是讲到繁体一。那繁体一呢和一呢是同义的，就这两个意思是一样的，繁体一和一是一样的。一和繁体一呢，就是它们的意思呢是一样的，只要是一呢就是繁体一，繁体一和一就是一，这两者呢是一样的。那如果呢它们不是一，不是繁体一的话呢，那就是相反的，它就是繁体相异，就是异了，它就不是一了。就是反过来说的话，它就是繁体相异。那因为呢，我们这边已经讲到说一还有繁体一呢，这两者是同义的呢，所以反过来说呢，就是相异和繁体相异这两个，就是异和繁体相异呢，这两者是同义的。
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直一。那在讲到直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就是连质性一、体性一、同性一呢，同时来做解释。在讲到直一的时候呢，就是只要说这两个物品呢，它同时呢都是无常的法类。那这两个物品同时都是无常的法类，那这两者的关系呢，又是直一的时候呢，那这两者同时呢，它也是质性一，它也是体性一，它也会是同性一。那如果说呢，这两个物品呢，它并不是无常的法类，但是呢，当它们是质性一的时候呢，那同样它也是质性一、体性一、同性一，只不过没有直一，因为只要是直的话呢，它一定要是属于无常的法类。但是所以说这两个都是无常的法类，那这两者又是直一的时候呢，它同时就是二三四五，就是直一、质性一、体性一、同性一。所以讲的再简单一点呢，就是无论说是常法还是无常法呢，它们两者只要是质性一的话呢，它就是体性一、同性一。所以质性一、体性一、同性一呢，这三者呢是同义的。那如果说它又是无常法类的时候呢，那是无常法类的时候，它的直一、质性一、体性一、同性一呢，这四者呢就是同义的。那如果说是常法的话呢，因为常法没有所谓的直嘛，所以常法就不会有所谓的直一。但是呢，质性一、体性一、同性一呢，就是属于同义，意思是一样的。第六个呢，就讲到说繁体同类一。那什么叫做繁体同类一呢？就是说，无论呢任何一个有情呢看到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说，哦，这个和这个呢是相似的，就是内心会自然而然就升起说，这个和这个是相似的这一种呢，就是属于繁体同类一。就是任何一个不特伽罗，任何一个有情见到的时候呢，都会现起呢，哦，这两者呢是相似的这一种，那这个就是属于繁体同类一。那繁体同类一呢，就如同说我们看到黑马和白马的时候，或者说一个人呢，他一开始呢并不晓得说这个动物呢叫做马，那等到有人跟他说呢，哦，这个叫做马以后呢，他只要看到这个马之后，他无论说之后他看到白色的马也好，或是黑色的马也好呢，他都能够知道说这个叫做马。那这种呢，就是属于繁体同类一。就是说他只要了解了马以后，那以后他不需要别人再跟他说，他只要看到他就知道说，哦，这个是白马，这个是黑马，这个是棕马，他自然而然就能够认明的这种呢，就是属于繁体同类一。那刚刚呢，我们就是讲到了就是繁体同类一的这个例子。那刚刚呢，就是没有讲到说直一、质性一、体性一、同性一的这个例子。那像是呢，就是同样都是无常的法类，那他们两者的关系呢是总相还有别相关系的话呢，那它一定是直一，这两者一定是直一、质性一、体性一、同性一。那或者说呢，他们是同义的话，像是无常法，还有像是事物的话呢，他们彼此之间呢，也就是直一、质性一、体性一、同性一。那如果是以常法来说的话呢，那常法没有直一嘛，那是常法里面呢，他们两者关系要是总相跟别相关系的话，那他们二者呢也是质性一、体性一、同性一，或者说呢是常法，然后呢这两者又是同义的话呢，那他们也就会是质性一、体性一、同性一。那接下来呢，第七个讲到说值同类一。那值同类一呢，所指的呢，就是同一个进取因所生的。那同一个进取因所生之后呢，虽然说它是个别各个不同的果，但是这些不同的果呢，它彼此都是属于值同类一。就比如说呢，当我们把这个米呢种下去的时候呢，这个稻米种下去的时候，虽然说种子只有一个，那这个长出来的这个稻穗之上呢，就是会结很多的这个米粒。那这每一个米粒呢，它都是值同类一。值同类一的值呢，指的就是指进取因。它是同一个进取因所生的呢，那全部呢都是属于值同类一。或者说以果树来说的话，这一棵果树呢，它们是同一个种子。当这个像是苹果树呢，苹果的种子种下去之后呢，那后来这个苹果树长大之后，那这个树上所结的所有的苹果呢，都是指同类因，因为呢，它们都是由同一个进取因、同一个种子所生的缘故，所以它们都是指同类因。
那就是这边呢，在讲到说陈述一第八个陈述一，那就是大家要厘清一点，就是我们上述所讲的这么多一里面呢，除了第一个繁体一和一呢是一样的意思之外呢，就表示说繁体一它也只有一而已，那它跟一一样嘛。那除了繁体一之外，那之后我们所解释的，像直一、质性一、体性一、同性一、繁体同类一、直同类一、陈述一，这些呢一定都是两者以上，两者以上才能说这两个东西是直一，这两个东西是质性一、体性一、同性一，一直到陈述一。只有我们一开始讲的第一个繁体一，因为繁体一和一的意思是一样，它只能单指一样事物之外呢，没有办法指其他的。那其他的从直一开始一直到现在第八个陈述一呢，它全部呢都是就是两者以上去做比较，比较之后呢，你才能说这两者的关系是直一、质性一、体性一等等。那人不切呢是说在这10个里面呢，那可以加上第11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陈述一、陈述同值一、关代质性、关代实境质性、陈述同值一呢，可以加上第11个呢。第11个是同义。那同义呢，在藏文里面有一这个字，就它的结尾有个一啦，那中文是没有啦，但是就是可以加上去，就是有提到一的呢，第11个可以加上同义。那同义的话，如果说我们硬要讲的话，你就说是意思一啦，就是口语翻的话，就是它的意思是一的意思嘛。同义就是意思是同一个嘛，所以第11个大家可以写同义，或者说意一，就意思的那个意一，那就看怎么写会比较好。那在讲到说陈述一的时候呢，其实很容易理解。那陈述一呢，指的呢就是说这两样事物呢，它是同时生、同时住、同时灭，就是生住灭都同时的呢，就称之为叫做陈述一。那第9个陈述同值一，那陈述同值一呢，就是把第2个呢跟第8个呢合在一起，就是它二者呢，它们本身是就是同时生住灭，那这两者的关系又是值一的呢，那就是陈述同值一。就是人们接下来就是第一个问题是问到月亮和门呢是一还是相异？那人们先想说这两个呢是相异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声音不一样。那月亮呢，它的藏文呢叫做打蛙，所以人们接下来就说他讲打蛙的时候，你会听到月亮的这个声音吗？并不会的。所以这两者呢是相异，因为它们是不同的声音。就是苹果的像是苹果上的苹果树枝、树根呢，是不是指同类一？那人们接说是的，只要这一棵苹果树呢，从上到下呢，它都是指同类一。因为如果说不把它安立为就是指同类一的话呢，那就变成说你要去安立不同的进取音，但是他们所有的进取音，你只能安立这个果实之外，你没有办法安立其他的嘛。那如果说你不把它安立为指同类一的话，那就是果树的进取音，然后呢苹果的进取音，叶子的进取音，你全部都要安立不同的东西。那第3个问题呢，就是陈述一是否有无为法？那我们接着讲到说这是没有的，因为我们在讲到说生住灭的时候呢，你同时生、同时住、同时灭呢，讲到生住灭，一定是讲到透由因缘而生、因缘而住、因缘而灭。那要因缘而生住灭的呢，就只有无常的法类而已。那为什么说常法它无法生住灭呢？因为我们在讲到说因缘而生的时候呢，你要透由因缘而生，就表示说你的体性呢，它是刹那刹那在做改变的呢，你才有办法透由因缘而生。但是常法它的体性呢是不会改变的缘故，所以常法它无法生住灭，所以呢不会有就是陈住一的无常法类，陈住一的这个无为法类。那就是想请仁波切呢，就是举例，就是陈述一的例子。那陈述一的例子呢，就像是说，瓶子，那瓶子之上的无常，瓶子之上的有为法，瓶子之上的这个所作性呢，那他们全部呢都是陈述一，因为他们都是同时的生住灭，或者说呢，
平指和平指之上的无常，那它也是成数一。那或者说呢，平指和大腹扁浊能装水呢，它也是成数一，因为这两者就是同时生住密。那讲简单一点的话呢，你只要是无常的法类，那又是同义的话呢，那应该都是成数一。那就如同这边所问的，就是星王还有其相应的星所，然后还有智正呢与其领纳的这些两支呢，那全部呢都是成数一，没有错。